上香，不上香，国事上处，大家出家，但依初修，欲不自修，为其我言，亦无有益，见地识，我有益，无上相，各事上处，大家出家，但依初修，欲不自修，为其我言，亦无有益。还是晚安。无上颂就是讲，已经离开这个相体啦，伊讲国事上处，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爱去了解上处，就是讲爱了解着伊迄个无上素内底伊的意境啊，就是讲伊的意义啦，所以讲你若不管你来看去思上处的话，就是讲，毋是干记起来尔，就是必须爱知影安怎依法依初修，就是讲了解着伊个迄个义理啦，了解着迄个义理，你依伊个义理去咧修啦。若无的话你若无自修啦，就是讲你干记遮个话啦，就是讲无上颂拢15首嘛安尼你拢甲记起来，你记囝仔足清楚，毋过你拢无照伊玉祖所讲的迄个法理咧修持。那安尼对你来讲嘛无益处啦，因为你加记着文字尔，你无了解着伊经义啦。遐经义你了解了后，你搁爱安怎？搁爱自修，就是讲爱真正落实，将遐文字文字来讲文字发说了后，去观照发说，然后进入到咱个实相发说，安尼遮物件较有对你较有益啦。所以讲，如果你若家记我这文字的话对你来讲无益处啦伊即段意思就是安尼啦因为咱着做单经的即个因缘咧讲经的因缘足殊胜足特殊就是咱第一品有讲着嘛伊着做面题的听着，就是讲正年着属是大家出家咧三教的修行者所以讲你咧讲佛教的吗？还是咧讲道家？还是咧讲儒家？即种拢毋是所以讲大家的理念还是咧出家的理念即拢毋是，所以讲出家修行方法无一定适合在家在家修行的观念嘛无一定适用于种出家的观念嘛无一定适合在家的修行因为伊无共个因缘背景所以玉祖大师的智慧，伊就直接甲大家讲随本性去修就对啦所以慧能大师呢，伊就讲伊就讲。我有一个无无形无相的即个相就是咧上敢像灵犀安尼会当灵相、灵藏叫做无相颂希望各位敢会当去持上出无相颂当中的即个意义去行持啦。无论是在家或者是出家拢着依照即个无相颂去
受用吼。这是为咱开始即首有相颂上重要的目的啦。因为伊即个六祖大师希望咱依照伊所讲的法来受用吼。所以讲，若无依照即个方法有相颂来修行，即使讲你用袂上的嘛，无啥物益处啦所以讲这就是咱为大师伊咧解说讲，伊咧讲有相颂下底个开始啦咱即马咱再来读有相颂的第一句听各位在面对看听我上法，听我上法，说通吉心通，如日出虚空，如日出虚空，微团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听我上法，说通吉心通，如日出虚空，微团见性法，出世破邪宗。用嘴讲就是讲伊用嘴讲就是伊会当呢，伊个人的精气深浅，若讲神态方便的速度开始啦吉心通就是讲呢，伊有法度讲甲心通，人讲叫心口如蜜啦。有的人是说，就是讲嘴足够讲，毋过呢心无通啥物心无通？因为伊无达到见性，所以是嘴讲甲诚其实心无通。所以第一句就来讲，说通吉心通。你嘴讲有通，而且呢个心真正有通，叫做心口如蜜，就是你真正舌头如日出虚空，而且像日头伫咧天顶光遐，无去互乌云洒咧，因为你已经了解着性体。咱的本性就亲像日头安尼无讲去互迄个乌云洒，无讲咱若出讲有乌云就亲像比如像讲风吹云散就讲，若去拄着乌云，就爱当着云安尼飞去啦。所以伊才会讲如日出虚空，就亲像咱的本性，就亲像日头足光明、足光明的。而且伊才会讲微传见性法，就所讲的，就是呢历代祖师所传的见性的法门。伊无咧讲遐外贵的迄个讲，若讲旁门左道，伊无啦。伊所传的，就是呢见性，咱讲一字见性。见性的生活是安怎了解着咱的心性的物件，而且伊讲出世破邪宗，什么叫做出世？出世就是无违法啦。咱若伫迄上尾15首伊就甲咱讲啦，讲正见人出世啦，邪见人世间啦，是安怎世间内变邪见？所以你看，伊才讲出世破邪宗，出世就是讲无违法，因为无违法。就是呢无落于生死啦，无落于两端啦。咱有前定咧讲，二道相因啦，就是有甲无相对，水甲歹相对，好甲歹相对，矮甲悬相对，迄叫做呢世间法，叫做二道相因啦。但是出世间法就无共出世间法叫做无违法。伊无落于生死啦，伊无落于呢即个阴阳，伊无落于两端啦，所以讲呢正见，伊这第15条讲正见人出世，叫做无违法。所以你看咱即句诗一切有为法，迄个金刚经上尾一句话讲，一切有为法，如
性别的，咱就袂去执着啊，袂执着伫世间的物件，因为世间就是呢吼，人讲色类嘛，就是互咱看起来像即个册，这是会危害，毋过这到尾嘛是有真诶，嘛是有呢。但是咱的迄个啥，咱的内底的心内底吼，五蕴，所以人讲吼，照见五蕴开空，蕴吼，蕴是藏伫咱的心内。啊，若类就是讲像即个花啊，小小的一块铁啊，迄是有物质的，所以迄叫做呢世间。但是无为的呢，是伫咱心性内底，所以心经系人讲，观自在菩萨行清法界陀罗尼，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哦，五蕴皆空哦，伊无甲你讲五类五蕴皆空。迄个类哦，类就是讲物质上，像我即个手机啊，若歹去小小的吼，伊阁有物件的哦，伊无来讲啊，伊讲五蕴，蕴就是藏伫咱的心内底，藏伫咱的心内底，所以藏伫咱的心内底，迄是一个吼会变化，所以讲色受想行识，这就是空的物件。所以讲伊来讲出世破相中，你若只要你有到迄个境界，进入到无为观。你的心就会当清净。啊，你若伫世间里吼，你的心若伫世间就对啦，就是无清净。因为安怎讲，世间就是有为法啦。你搁安怎就袂清净？因为安怎讲，有好就有歹，有水就有啥物对待嘛。所以才会讲，说通必心通，就是讲咱有法当说法，说讲吼，即个法语呢会当呢因人吼而施教。而且佫有不同讲到迄个心性，所以呢叫做靠心靠如意。啊吼，亲像日头光遐遐，咱的自性就是像日头安尼光遐遐。啊，而且玉祖伊讲伊唯有传的就是见性之法，传着呢即个吼历代祖师所传的即个吼，即个迄个人讲。师说别无本心，啊无别谈本体，即个物件，伊甲传着咱即个心法尔，吼，伊无咧传讲吼，像咱来讲神通啥物，伊无传这，所以讲出世破相中，就是讲呢，即个吼进入了呢吼，即个无为法，无为法到我当拿到究竟啦，吼，这玉祖就是讲到咱心性，伊一头就讲到咱的心性，伊无讲伫外口。这拢讲伫咱内底咯，讲伫咱家己的心内底咯，所以咱逐个一定做会到咯。你若讲伫外口吼，就做袂到，是安怎？外口就有安怎有诶，册读出来，讲有诶读国书啦，啊有诶较读小较尔，安尼就比较啦。但是讲到咱的心性吼，心性吼是人讲事法平等吼，无有隔阂。你搁一个老菩萨，伊诶自性嘛安尼哦。你搁身份伊自性嘛安尼哦，是平等的哦。啊，但是是安怎？伊哪会身份？啊是安怎咱就做中心？是咱内在差别遮尔。甲有分，白就是众生差别遮尔。所以讲呢，迄毋是咧讲外在，迄是咧讲咱的自信的吼，就是咧安尼。所以咱若看经会当个领悟来到咱家己的心性，吼，咱就体会讲，哦，咱迄个自信就是甲不共款的，所以讲在缘。不讲啊，在性不精，吼，迄心经内底就甲你讲安尼吼，这互甲咱分享吼。各位同学啊，同学吼，个别学习啊吼，说通必心通，伊即个理念是来自于《灵天经》，吼，《灵天经》。《佛经》呢，二道统，吼是第一是真重要吼，就是对达摩祖师传互慧可二祖，吼除了传依法，吼依法啊传正法，啊搁传就是即套，吼《灵天经》吼，啊所以讲一直传到五祖，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吼。啊，然后呢，伊即部经吼咧讲唯识的迄种理念嘛吼，啊所以即部经诚深，吼啊但是内底的理念是诚好吼，所以内底伊就讲到即个说通必行通
挂来，不断调整伊无正确的理念，互伊的理路会当清明，会当心通，所以就是叫做说通即心通因为说是不得已的啦因为咱兄弟姊妹需要袂歹时阵需要去来讲就是要启发才会袂歹的兄弟姊妹经过复述了后呢，咱就不断的观念不断的转变为路不断的转识成智就会当进入真正的修行所以叫做心通如果若会当安尼的话，如日出虚空，就是讲一个真实的修行者，伊会当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就敢若像太阳处在虚空拢无障碍，嘛无挂碍就是万里晴空所以讲咱人的，就是咧讲咱人的心嘛是安尼就是广大无边，大会当容纳一切的法，一切的境一切拢包含伫咱的心中，所以是如日出虚空即个就咱像咱心中的太阳咱心中的太阳就是佛性佛性本来就是即个虚空内底所以讲你修行呢，咱就是因为无明理，才着爱修行修行了后呢，会当回归到自性的即个太阳所以讲就是听佛的开示不断的转化才会当达到家己即个修行，规团见性发出世好社中咱诸佛菩萨要开示即个兄弟姊妹众生兄弟姊妹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兄弟姊妹会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咱的老师啦，咱的佛号师尊是讲咱的诸佛菩萨这顶顶这圣人成佛，对待咱嘛是即个目的而已，就是要互咱当超生了事，超凡入圣，明心见性所以讲呢，这就是咱老师对咱的即个期待啦所以讲出世好社中就是讲诸菩萨来到世间是要甲兄弟姊妹、众生兄弟姊妹要互伊一个正知正见、正确的修行路会当会当正果啦就是讲，所以讲出世就是世间的意思出世就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讲咱人来到世间叫做出世，事实上真正的出世，就是讲跳脱即个世间的意思啦就是讲咱的心无执着伫世间的时阵，就叫做出世所以讲咱若会当正知正见，有正念有正行，那安尼咱就出世那安尼咱就是好社中虽然讲一境好万事咱人会当清净。每一个当下拢是清净，拢是自知。那安尼呢，外来的敢会甲咱迫害济所以讲叫做出世好社中以上是他的学习安尼咱来读第二条无相颂法则无顿将，法则无顿将，迷悟有知执，知处见性门，知处见性门，无人不可识，法则无顿将，迷悟有知执。知处见性门，无人不可识。
变性之法啦，这个变性之法呢，伊无分干净，嘛应该讲伊是咧讲一切法啦。一切法以及呢变性法呢，其实拢无咧讲啥物顿超甲渐进啦，其实是你若顿你若是讲迄落，因为你若当下去顿着，即个法你就迄落啊，所以甲你讲即个法其实无顿甲渐啦，是差伫对白五有理，即差伫遮尔所以甲你讲呢，问题出伫对，问题出伫白甲五啦。白时阵，所以有个人真紧就来破白，叫做开悟所以就讲即个开悟当下伊开着一句法语用，然后伊是当下就顿悟，有个人讲，伊就是呢，有个人慢慢才会觉悟这是啥物原因？所以来讲，基础见性闻，无灵不可下。伫佛地法华经里就讲一句，讲唯有一佛性无二也无三一佛性就是啥物？咱有读过《六祖坛经》，一佛性就是咧讲咱的佛性若咧讲二三迄意思是因为因人伫咧就讲说话的啦，所以讲咧佛较信呢即个佛较实是一个尔会讲遮济，就是因为阴气嘛，所以讲本来就无迄个顿渐只因为众生的地无有千差所以颠倒嘛有早晚所以呢，一句话，一个法讲出来，咱有诶当下，咱就开悟有诶人呢，无差听无呢，就必须呢，爱搁伫遐一直讲所以讲只要建立了顿渐的家人其实法伊无顿甲渐是差别伫对，差别伫白甲五的中间。所以来讲，见性闻就是咧指啥？东山的法门，就是呢，咱六祖呢，伊个法门是归论见性法伊讲不论上定解法伫咧头前，迄啥物上师甲问讲你迄落五字传互你是啥物？伊讲传互我是见性法的无论上定解法。因为上定解法就是搁落去有迄落一甲二见性法是指咱的本性所以讲也是六祖呢，伊所谓的讲本来无一物咱的自性本来无一物，就是讲无去念念着哪有啥物话咧放袂下？若咧放袂下，就是无灵所以来讲无灵不可，即台语叫啥？色无灵不可。无灵毋是讲爱做迄落，就是讲无智慧的人无智慧的人咧甲放袂下，因为啥物放袂下，就是安怎？就是咱有足侪执着咱认为这真的咱认为这是咱的所以咱伫咱心中藏足侪所以呢，歹咧放袂下，放袂下啥物？伫佛教定咧讲，佛门定咧讲一切爱放下或者讲放下万念咱呢念佛呢，人讲伫这教导就是叫咱放下身心的世界，身心的世界就是讲伫咱的心内所有一切呢，你拢爱放下。无真正若无放下咱是家己执着的，咱即个身躯，咱即个身躯叫做正报啦世界叫做医报啦正报与医报拢属于色法心法就是咧讲咱的八识以内咱就是咱内在迄个八识啦就是咧讲咱的心即句话讲咱不但外口这个色法拢爱放下甚至伫你的内底这心法，你共款拢爱放下放下了，你才有法度见性放下了就是安怎见性闻，所以甲你讲基础见性闻，就是讲你放下了，你逐工摕清净你才有法度见性你看像六祖伊做护士讲安怎，
想明镜亦开大，本来无一物，何处了平安？就是讲到咱的性体，咱的性体是光显尔，而且嘛无有所执着，无一物你要咱去了平安。但是这个身受，伊就是讲伫相体，伊讲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偏佛实，佛事了平安。你伫遐讲修，伫遐修，就用一个方法来修，就知影这个什么话倒来啊。所以呢，迄讲伫相体，迄无法度到呢吼，咱的本体。所以你看，五祖太传这个吼，这个就讲吼，依波吼，迄这个就讲六祖，伊就是讲到咱的性体。所以来讲，基础见性门，就是咱把所有伫咧心所有一切，拢爱真正放下，也就叫做无执着、无妄想。所以你看迄个释迦佛当时呢，伊开悟的时阵，伊讲：宜哉大地众生皆具有了如来德性，但因啥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咱的啥物话？自然地、无私地，甲咱的迄个超越的地位无法度，因为迄个即两项抗着。所以甲伊讲，基础见性门，无人不可欺。吼，就是讲，无地位的人放袂下，放袂落。这财产我的，这车我的，这厝我的，你拢甲执着的。但是执着了后呢，当甲你伫这世间有主持呢，时间到，咱爱走呢，无可能拢永远伫遮呢。若安尼时阵呢，你要走的时阵呢，你心够法度清净。所以咱伫咧学的时阵，佛拢一直甲咱讲，世间的一切是互咱照用的尔。咱爱呢会当呢，照世间的一切来人讲呢，做咱应该做的工课啦就永远呢，咱若如果呢放袂下，就永远呢无法度通达到呢见性，一定会伫这见性之外。所以后壁即句讲，无人不可识，就是讲无智慧的人无可能达到见性，因为咱互世间的一切都达掉的呀。咱来比如讲啊，咱若咧烦恼敢困会去？咱若咧烦恼困会去咧？烦恼一件代志人讲落青呢。但是计放下，佮讲我无法度，我放袂下，放袂下是放袂下。所以咱爱渐渐呢，提出咱的智慧呢，来看着世间的一切呢，当然有事来确实真正有用着啊。如果呢，清净经甲咱讲，咱有背着清净经，讲事来则用，事去则清这嘛是咧嘛是叫咱则甲咱讲的无人不可识，就是讲，咱毋通做一个无智慧的人，去互世间